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近日的新闻报道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世界有几落个出名观光所在，拢列做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列日的列，读落叶列第8条。列有安排放入去的意思，咱讲列入。另外列嘛会当讲是每一个含义，像讲各国嘛会当讲是列国，各位会当讲是列位，也有祖公祖妈会当讲是列祖列宗。列嘛会当讲是算一排单位，像讲甲物件排做一排，会当讲是排一列，也有讲学生囡仔咧排列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列车，意思就是几落在车厢一台接一台排做一个火车。第二个词读做排列，也就是排队，众人大家并头排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坐到这帮阿里山出名观光列车，坐游客日天也未拍铺光，就来到车头外口排列要买票。但是想要体验，买当先入阿里山林业铁路网站订票，安尼较妥当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列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